Hello，繼續講到呢隻碟先，咁咧就呢隻就係 Still in Love The 80s 一張彩膠嘅唱片。咁之前講到咧 Richard Marx 嘅一首 Right Here Waiting 啦，咁其餘有兩首歌都好值得講一講嘅。首先講嘅一首咧就係 Missing You。其實呢首 Missing You 咧就同之前嘅一首 Right Here Waiting 同樣出現嘅情況，就係一個男人寫俾一個女人，而且咧都係寫俾佢太太嘅。不過就兩人都最後咧離婚收場，而且咧係 Missing You 隻歌咧更加有少少係因為隻歌而離婚嘅。點解咧？繼續聽，即係繼續會講落去。咁其實咧，隻碟裏面記住有兩首叫 Missing You， 一首咧就係 Christy Burke 嘅 Missing You， 而另一首咧就係 John Waite 嘅 Missing You。其實兩位都屬於係歐洲嘅歌手啦。不過 John Waite 咧其實佢咧就出道都相當早嘅，最早期咧就係1987年咧就曾經組成過一隊叫 Bad English 嘅樂隊啦，甚至乎有一首嘅冠軍歌叫 When I See You Smile。如果大家喺80年代中意聽流行曲嘅話咧，一定認識呢隻歌嘅。而另一隊咧佢組成咧就叫 Babies 啦。咁 Babies 裏邊咧就有一首歌咧就 Every Time I Think of You 咧，同樣係寫俾女仔嘅。咁不過兩首歌再紅咗之後，咁咧John Waite 就決定再個人發展啦，而且亦都好成功，帶出咗好多嘅經典作品。其中一首咧就係 Missing You 啦。咁點解會有 Missing You 呢隻歌咧？原因就係咧佢亦都係要巡迴演唱，去到美國發展。咁當時咧就同埋太太一齊去美國發展，咁而且就開始去錄音啊、巡迴演唱。咁有一段時間佢又翻去英國咧，就繼續去睇下有咩嘅簽約啊，同埋有咩嘅發展方向啦。咁結果當時咧就美國 Chrysalis 咧就決定咧就揾佢翻去美國咧，就幫佢錄一隻歌簽個約，所以佢就獨自翻去美國。咁咧其實好複雜嗰件事。翻到美國之後咧，佢就開始寫咗首 Missing You， 因為佢亦都好掛住佢太太，所以咧就裏邊唱嘅歌咧就話When I'm Missing You 啊，咁啊我好掛住你，好掛住你。不過咧就因為嗰段時間佢喺美國發展嘅時候咧，佢都自己坦白講，身邊好多女人出現咗，於是同佢哋咧就搞咗好多關係，結果喺歌詞度亦都好坦白講到 Miss You Miss You， 但係咧 When I Not 咁有一個歌詞就係 When I Not Missing You at all， 即係話我唔係話好掛住你，但係有你又好過冇，但係我又好掛住你咁咧。呢個矛盾關係，結果佢太太聽完之後咧好唔開心，翻英國之後咧就決定兩個人離婚。咁其實一首歌應該係講情歌，但係咧佢自己做咗一件事出嚟，其實都有少少令人傷感嘅。咁再講到一首歌咧就係 Moonlight Shadow 啦，咁就係 Mike Oldfield 一首代表作，我自己好喜歡嘅 Mike Oldfield 嘅歌唱版本嘅作品。咁呢首歌咧唱嗰個就係 Mickey Villiams， 我諗大家都認識啦，佢把聲真係好靚。但係呢首歌喺香港紅出嚟咧，其實最主要咧就係林志美唱咗嘅《月影》。咁呢首歌咧係香港好少有嘅一首改編歌曲咧，裏邊唱翻原裝英文歌名。你不妨聽聽林志美嘅《月影》，係唱咗2-3次《Moonlight Shadow》嘅。所以隻歌能夠紅咗之後咧，亦都講明咗原裝歌曲嘅吸引力係有幾大。咁亦都有一少少嘅要俾大家知道嘅，因為好多人都話呢隻歌應該係寫俾 John Lennon 去懷念 John Lennon 嘅。但係其實咧 Mike Oldfield 表示咧呢隻歌其實係完全同 John Lennon 冇關，因為佢睇到 Tony Curtis 東尼寇蒂斯嘅一部電影而感受到而寫到呢隻歌嘅。所以咧網上好多嘅資訊或者係唔係咁啱，所以一定要聽我講。係啊，聽 Min Channel 講，因為咁先係真實嘅版本。多謝大家。